带去读唐诗。送别，作者王维。山中相送大，日暮掩彩辉。春草明年绿，王孙归不归？简介：这是一首送别的诗，曲式呢不是一般送别的情景，而是别出心裁来读出甲一般送别诗全然不同的重点来落笔。头一句就开宗明义来表示，已经是相送完毕，将送行的话别依依不舍的情怀，用一字足有感情色彩的吧，就轻轻来带过，也跳过足多时间嗰种空间。说落去的第二句呢，马上接落去日暮掩彩辉，比顶句更干净，而且将送别是伫你当时的时间来点出来。一般离愁别恨要写的物件呢，必定是千条万绪。作者只敢用三字掩彩辉关插门来概括，这正是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的奇妙。春草连连绿，王孙归不归？三是这两句呢，是借用楚辞赵温书的典故。王孙游下不归，春草生下迟迟烟花里来。照讲，要转来唔转来，应该是伫消散的时阵呢，向对方来提问。但这诗的诗境呢，竟然是当送别的人已经离开了，也已经时棍崩暗，倒转来到寓所的时阵，顺手关门，再涌上心跳。凸显作者挂念送别的人久久不能释怀。由相送大到掩彩辉，跳跃两段俗套的空间。这块自从崩暗倒转来时，才想到明年春草绿，竟从目前跳到未来，跳的时间更长更远。王维足够将日常生活中看起来真平凡的题材，运用朴素自然的语言来显示深厚深深的情感，发挥创意。往往呢，用意中有意，味外有味，令人来神往。这首呢，就是一个上好的实例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派，有气质，阁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